主后2023年12月23日，每日圣言讲读经。这敢无上帝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以赛亚书59章第1节到21节。着知上主的手骨毋是伤短救袂着人，伊的耳孔嘛毋是伤重袂听见。是恁的罪恶将恁甲恁的上帝隔绝，恁的罪过，互伊的面越走，毋听恁的祈祷。因为恁的手满满是血，指头仔互罪恶抹着，恁的嘴唇讲白贼，恁的喙舌讲邪恶。无人照公义告诉，嘛无人照诚实辩护，因拢信赖虚假，讲白贼，负毒害，生罪孽。因负毒蛇卵，牵蜘蛛网，食着卵的人一定死。蛇卵破，一定出毒蛇。因见的梦袂当做衫穿，袂当热砍家己。因的行为拢是罪恶，因所做的拢是强暴。因的骹撞起做歹，急要流无辜的人的血。因的心思意念拢是罪恶，行过的路拢是吞达毁灭。和平的路因毋捌，因行的路无正直，因为家己做弯巧的路，行即款路的人拢无平安和平。因为安尼，以色列人民讲，正直离开阮真远，公义嘛入阮袂着。阮期待光明，毋过还是黑暗；阮听候光明，毋过还行伫黑暗。阮若失明的人，望墙壁得行，伫中昼跋倒，若亲像伫黄昏。阮周围的人拢勇壮，毋过阮若亲像死人。阮亲像熊在吼，亲像粉鸟在哀鸣。阮仰望正直，毋过等拢无。阮期待拯救，毋过拯救离阮真远。阮伫你面前所犯的罪过真济，阮的罪作证控告阮，阮的罪过对阮对条条，阮拢知阮的罪真重。阮悖逆弃绝上主，活转身毋跟对阮的上帝。阮计无压迫甲反叛，心存虚假，喙讲白贼。正直挫败公义，恬恬徛远远。真理伫城门口摔倒，诚实袂当入来。真理找袂着，离开社会人反转受害。伊看无人帮赞受欺压的人，真着惊，就用家己的气力拯救因，用家己的公义扶持因。伊用公义做战甲穿，用拯救做头盔戴，用报复做衫穿，用猛烈的受气做外袍满。伊要照人的行为甲因报应，要对敌人发大受气，甲对敌报复，对正害倒的人报应。安尼，西边的人会敬畏上主的名，东边的人会尊崇伊的荣光。因为上主话亲像急流的河水冲来，伊的风得吹得扫。有一位救赎主会来锡安，来到遐个为家己的陪伴悔改的以色列人中间。
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甲伊的子民讲：我甲恁立的约是安尼，我的神甲我的话拢会伫恁中间。我下伫恁喙内的话一定袂离开恁的喙，嘛袂离开恁的子孙甲恁子子孙孙的喙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上主安尼宣布。遮敢无上帝？当以色列人拄着患难，自然而然呼求上主。无拍算上主竟然亲像草原人秘手，无回应因的祈祷。昨日先知对即群人讲，造成上主甲人隔离的原因，是在伫人的罪恶，因为因的手沾满杀人的血，嘴呢真讲白贼，也无人为着受欺压者伸张正义。对即个敢若无上帝的世界，意料之外，上主并无放弃，也是降落搁较大的灾祸惩罚，反正主动出手拯救，甲因立约，宣称要拯救所有离弃罪恶的人，互因得到快乐和训诲，直到世世代代拢服从伊。伫圣诞节得要到的此刻，逐所在的教会势必拄咧积极筹备各种圣诞活动，期待整合教会兄弟姊妹无同的运势，也借着活动吸引搁较侪的人来认捌基督信仰。总是咱毋通袂记得，耶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。拄亲像上主主动拯救沉沦的世间人一样，是为着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透放，也为着甲遐个当受欺压的人、受苦者徛点做伙，甲因同担。因为安尼，伫圣诞节得要到的此刻，愿咱也会当思考。伫生活的四周围，有啥是踮伫社会底层的弱势者？咱还是教会通安怎采取行动帮赞关怀因？伫遮无上帝，鱼缸、爸爸桑和遐个妇女，这本册的作者透过纪实摄影方式，描写外籍渔工伫台湾港边生活的样貌，节目危险散车欠缺，为了讨趁渡我，甘愿家己踏入那海螺的船只，像货物互载到远离亲人的异乡。因的生活充满酒色财气，袂输是狡徒过着哪像无明仔载的生活，逐日咧玩命作业，也真情享乐。毋过伫畅怀四海的生活背后，真是显露出离乡背井、失去自由的深残苦闷。隶属台湾基督教教会的海外渔民服务中心，就是为着关怀以外籍移工为大宗的渔民来成立的机构。因的圣诞节活动，足通做每一间教会举办活动的参考。譬如圣诞送冬衣的活动，源自真侪渔工来自热带气候的国家，当寒流一来，因往往饿得承受，所以海员渔民中心差不多每年拢会募集二手冬衣，免费发送予外籍渔工。以外，中心也捌联合外界的资源，举办圣诞爱餐、报佳音、物资包的发送，甲渔港市集等活动，帮助这渔工伫异地过节的时，
感受到对上帝来的温暖，了了缓解思乡之情。以赛亚书内面的上主，是伫看来若像无上帝的小败坏之地，主动出手拯救的上主。愿咱也会当跟对上主的脚步，伫别人的需要顶面看见家己的使命甲呼召，因为耶稣就伫遐也甲因同齐受苦。默想，我通用甚物行动去关怀弱势者？我通用甚物行动去关怀弱势者？做伙来祈祷。为受欺压者伸冤的上主，愿我会当伫这充满快乐气氛的圣诞节期，分享你的疼甲关怀，予真侪伫角落折扣、受伤、孤单的人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